诸天赐讲上帝的荣耀，强抢传扬伊的手段。即日甲迄日发出言语，即夜甲迄夜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伊的量大，通遍天下。伊的言语传甲地极，上帝伫期间为太阳安息帐幕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各如勇士幡然奔路。伊为天这边出来，射甲天迄边，无有一物被稳藏不得伊的热气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会精神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会互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顺序正直会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会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，拢比金仔可羡慕，搁比极多的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搁比芳香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受到这个便有大赏。谁会知影家己的过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阻拦仆人无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用这个罪合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内的意念，伫你面前蒙悦纳。